息匿跡，到底10幾年間，奇哥匿埋喺邊呢？但係依家有咗你咧，係需要我扮啦，因為好多奇哥出現喺台灣，得閒仲揸下鑊鏟。我講緊嘅咧就唔係電視電影舞台劇上面嘅奇哥喎，而係如假包換珍珠都冇咁真嘅奇哥呂奇啊！奇哥究竟而家喺台灣嘅生活係點樣呢？過去有傳聞話奇哥喺台灣生活潦倒，又話佢揸的士揾飯食。最近又傳話奇哥喺台灣開餐廳噃。我哋幾經轉折，終於揾到去奇哥開嗰間餐廳，跟住又喺機緣巧合之下，終於揾到奇哥屋企啦。雖然奇哥一心要做平凡人，過平常生活，不過最終都喺我哋嘅誠意感動之下，答應接受訪問。我哋開開心心咁，終於嚟到奇哥屋企，真係好難想像，隔住鐵閘見到呢位就係當年嘅粵語片大明星正牌呂奇。奇哥你好，眼前所見嘅奇哥，雖然佢身材無牙發福，但係舉手投足、言談間嘅語調，仍然有昔日喺熒幕前嗰種多情公子嘅風采。呢度咧就係我客廳。我個廳。真係估唔到，奇哥竟然帶住我哋登堂入室，直闖佢嘅私人禁地。飯廳啊，呢個工廠嘅上線，後邊就係廚房。我帶佢嚟睇一件好珍貴嘅嘢。有乜嘢寶物啊？仲要嗰啲金銀珠寶。你咪睇佢咁樣啊！呢張相咧係我第一個影有，我生日嗰陣時。fans 送俾你啊！你話，所以就咁珍貴。好珍貴，當年我拍完公子多情之後咧，咁就啱先，咁啊啱有人所以呢張相係我最珍貴。你坐低講幾廿年嘅嘢就坐低。我哋就同奇哥坐低慢慢講。奇哥你好。你好。其實咧，你嚟咗台灣呢度生活有幾多年啊？11、12年啦，但係當中我係去溫哥華，又去巴黎啦，去法國。旅行定係？唔係㗎，我去睇啊。去睇下。去睇下喺嗰度。識到單一個好短嘅時間，幾個月，我自己覺得自己都唔係好適合嗰種生活，唔係我所理想嘅地方。咁樣我又翻嚟。你最終就揀咗台灣呢度啦。係。絕跡14年嘅奇哥。